大家好，歡迎收睇呢節英國新聞。今集咧為大家帶嚟3則英國消息。第一則咧就係有關呢啲地方嘅交通改善啊，尤其是咧北部嘅居民咧應該好受惠㗎。咁因為咧政府最新公布呢個 Northern Powerhouse Rail 啦，我簡稱叫做北部鐵路啦，咁就係會有成450磅嘅 budget 嘅預算咧，去改善咧英格蘭北部嘅交通，分3個階段進行啊。其中一個亮點咧，我見到都有一啲移英港人嘅討論群組有講到，喂，似乎咧都係接駁到一啲咧比較熱門港人會定居嘅地區喎，咁會唔會咧大家就係最大嘅贏家咧？一陣間睇睇咧條路線究竟係點樣，同大家咧有啲乜嘢影響啊？咁第二個想講嘅咧就係政治新聞啦，咁啊講到咧就係呢個法拉奇啦，咁啊佢嘅呢個改革黨啦非常之係威係勢啦，之前嘅民望咁，但係咧最新一啲民意調查啦，就包括就泰晤士報同天空新聞啦，佢哋做嘅呢個民調顯示咧，咁呢個法拉奇嘅改革黨咧支持率咧係跌到落24%，咁創咗咧係9個月以嚟嘅新低。咁雖然咧仲係排名 No.1， 但係咧個領先優勢，而且已經係縮細咗之餘咧，保守黨同工黨嘅支持度咧係略有回升㗎。一陣間咧會講多少少啊。咁啊，除咗佢之外咧，仲有咧另一個我哋叫做政界上面嘅一個失敗例子，可唔可以講失敗咧？咁就係咧施紀賢咧又再一次咧，或者個工黨政府再一次咧係會有一個政策嘅轉向，或者你可以話轉態 U-turn 修訂嚇。點講都好啦，咁總之就係咧政策出台之後咧係會改變啦，無論係完全消失或者係同個原意不相符嘅改動啊。咁啊有傳媒咧就係統計咧，原來咧工黨上台之後啦，即係10幾個月啦。18個月啦，正式嚟講啦，已經累積咧達到成13次嘅政策轉向啊！而且呢個咧唔止一個傳媒咁講喎，碌落去咧唔知點解個個傳媒當佢幫佢盤點緊啊，就係究竟有幾多個呢啲咁嘅政策轉向？結果咧係有13個之多。一陣間同大家一齊去睇睇咧，究竟係邊13個政策轉向？我哋揀啲比較重要嘅嚟講一講啊！唔知大家咧點樣睇咧嚇？英國嘅政府咧5時花6時變咁樣嘅情況啊！開始之前提提你，記得訂閱同埋分享我嘅頻道，仲要撳埋隔離個鈴鈴，一有新片咧係會即刻通知你。多謝晒你嘅支持啊！好啦，咁先講咧呢個就係北部鐵路嘅大計啦。咁政府咧就係會將呢個計劃定位咧係北部地區一項咧重大嘅投資，咁就係話咧，因為過去幾十年咧都係投資不足啊，對英格蘭北部唔公平啊，咁啊同埋佢哋嘅期望係落空。施紀賢強調咧，政府咧係入起衫袖咧，真係做實事嘅，通過呢條新嘅鐵路 NPR 咧，為數百萬人咧帶來咧真實持久嘅改變。咁啊，無論係速度會更加快啦，另外班次都會更加頻密，而財相就話呢個投資咧係應對經濟增長挑戰嘅解決方案，咁啊可以創造就業啦、建造房屋咁，同埋咧為企業嘅投資咧係揾嚟機會㗎。咁但係咧就係都有唔同嘅意見啦，亦都覺得未必做得夠啊！一陣間會詳細啲講講啦。咁嗱，先介紹下咧成個計劃啦嚇。咁就係因為咧，個背景啦，就係前朝啦，保守黨政府2023年10月嘅時候咧，為咗慳錢而取消咗呢個 HS2 嘅北部段啦嚇。大家可能都聽過啦，有好多人都好失落啊，住喺嗰度嘅。點解咧我哋北部嘅人咧唔受惠啊？點解唔駁上嚟啊？咁樣啦。咁今次咧政府就話我哋唔係要完全恢復咧呢個 HS2 啊，咁而係咧係希望咧就係緩解呢個西岸主線，即係呢個 West Coast Main Line 嘅壓力嘅一個新嘅鐵路啦。咁咧就係咧會希望咧令到北部整體上嚟個交通會好少少㗎嚇。好啦，咁睇下詳情啦。頭先個項目咧係有成450億英鎊，呢個係個資金上限，係聽住先啦，睇下會唔會有呢個超支啦。咁另外咧初期咧已經嘅11億資金咧已經撥款咗啦，用嚟咧做項目嘅開發設計同詳細規劃，11億係前期嘅啫。咁如果呢個成本項目成本超過450億英鎊上限咧，就可能咧要地方政府通過當地嘅嗰個 business rate 商業稅嘅收入啦，
旅遊稅或者未來嘅收入咧，攞嚟擔保借貸去籌集額外資金，有少少似咧倫敦嘅 Crossrail 嘅模式嘅。咁咧預算咧就係分3段進行啦。首先咧就係2030年代咧開始啦，然之後可能咧2045年或之後先全面完成啊。咁所以咧大家見到落成嘅時候咧，都已經咧唔知頭髮都白咗未啦，但係肯定咧就唔係而家咁早㗎嚇。咁我哋睇下呢個路線圖係點樣啦。咁揾咗一啲圖咧，我覺得呢個幾好啊！呢個咧係嚟自咧應該係《泰晤士報》啊，定係《金融時報》啦嚇，佢哋嘅圖嚟㗎。咁第一階段咧，首先就係升級現有嘅鐵路啦。咁喺 Sheffield 叫雪浮啦嚇、石飛啦嚇，同埋呢個 Leeds 啊，咁咧就係之間去運作嘅。咁同埋咧Leeds 同埋呢個 York 啊，即係約克郡啊之間連接啦，同埋 Leeds 同埋 Bradford 之間連接嘅。咁呢個階段咧係點解第一階段咧揀佢哋咧？係咪益 Sheffield 嘅居民啊？係咪益 Leeds 嘅居民啊？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已經咧有好多地咧係之前咧已經收咗地，所以就唔需要咧大規模徵用新土地，所以可以較快上馬。所以點解咧就係預計2030年代咧已經可以搞掂㗎嚇。咁第二階段咧就係去到咧利物浦同埋咧曼徹斯特嘅一個路線啦，沿途咧會經過 Warrington 啊，咁同埋曼徹斯特嘅機場啦，咁係會結合現有嘅線路同埋咧新起嘅線路。咁部分咧係同之前計劃咗嘅 HS2 嘅規劃咧係一致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日後會唔會再咧連接去伯明翰咧，其實因為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啦嚇。咁好啦，第3階段咧就係由曼徹斯特向東連接到 Leeds 啊同埋 York 啊，剛才講嗰啲地方啦嚇，咁就叫做咧進一步咧加強咧北部嘅主要嘅城市嘅聯繫。好啦，咁睇到呢度咧，大家會唔會覺得真的很興奮咧嚇？同呢個屯馬線通車一樣，原因咧就係咧，如果各位係住喺北部嘅，話唔定咧以上提到嘅呢一啲地點咧，可能都係你居住嘅地方。例如咧 Sheffield 啦嚇，呢個石飛或者雪浮啦，都有唔少香港人住。我自己都認識咧，我諗有2-3個家庭啊，都係住喺嗰度啦。咁另外列斯啦嚇，列斯亦都係啦，我有舊同事都係住喺嗰度添啊。York 啦、約克都有啦，咁更加唔使講 Warrington 啦嚇，一定要講啦。Warrington 係非常之多香港人居住，都覺得係一個好正嘅地方啦嚇。咁你會見到咧，就係即係似乎貫穿咗咧，連接咗咧唔少一啲港人熱門嘅定居地點喎。咁所以可能咧，即係移英港人真的很興奮啊！今次呢個鐵路雖然啦，都係講緊咧。要去到2030年代，甚至2040幾年先落成啊！到時咧，我相信大家可能抱孫㗎啦，已經有機會啊！咁但係有好過冇啦，係嘛？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叫做咧一個新嘅方向、新嘅發展啦嚇！咁所以咧值得期待嘅。咁而除咗呢啲新嘅路線咧，仲係會有起新嘅車站啊，同埋有一啲嘅服務咧係會加強啦嚇，會係延伸啦嚇。譬如話 Chester 啊或者 Newcastle 嗰啲咧，咁都會有，仲有重開嘅舊嘅一個新嘅路線咧，亦都會重新開翻啊咁樣。咁希望咧就係咧有幾樣嘢嘅。首先咧就係個可靠性太低啦嚇。原來當地嘅鐵路咧，舊年有1/4嘅班次係被取消嘅。咁另外咧就有嚴重嘅延誤啦。咁乘客都普遍咧抱怨咧太過貴啦，票價又延誤又太逼啊啲車咁樣啦。我今日傍晚嘅時候揸車啦嚇，即係7點左右啦。咁聽到咧有電台咧都播翻啲訪問，好多人都話係咯，我如果 miss 咗一班車咧，根本上咧下面嗰班咧幾乎好肯定都會係 delay 或者取消，我再等下一班㗎啦。即係已經係常態啊，當地嘅 delay 啊，當地嘅取消班次啊咁樣啦。咁同埋咧連接嘅效率好低，好慢啊嚇。譬如話咧利物浦同埋曼徹斯特機場之間咧，其實只係29英里嘅啫，但係火車咧足足有21個站，咁要成1個鐘零25分鐘，每個鐘只係得一班車，班次疏，時間慢嚇，亦都係咧太多站嚇咁樣嘅，咁所以咧係會令到好多居民啦、好多乘客咧係非常之不滿啊。咁政府覺得就係咧，喂，我哋既可以咧係改善呢個鐵路嘅服務啦，咁又能夠咧就係可以釋放咧當地嘅一啲商業嘅潛力啊，即係你經濟增長可能釋放到啦，人流啊嗰啲會多咗啦，咁同埋咧經濟效益啊，估計咧如果咧北部嘅生產力咧可以提升到全國咁嘅水平嘅話咧，每年可以為英國嘅經濟咧注入咧高達400億英鎊㗎嚇，咁同埋咧就係官方形容咧就係北部尚未開發嘅金
金礦咧，今次都可以釋放到經濟增長嘅潛力㗎嚇。咁所以咧就係北部咧就話會咧，其實可以咧好似咧倫敦啊或者南部咁咧會越嚟越興盛啊。呢個咧就係而家政府嘅講法啦。咁大家點睇咧？會唔會感覺到咧就係好期待咧？雖然咧有排都未到啊，咁但係睇下咧各界嘅反應啦。咁啊，戴密茲斯特市長當然係贊成啦，就話重要嘅進步啦，係一個宏大嘅願景咁樣。咁啊，另外咧，利物浦嘅市長咧亦都話咧呢一種係一種好嘅做法。因為咧10幾年嚟咧承諾落空咧，而家係個新時代嘅開始。咁約克郡嘅市長咧亦都發表聯合聲明，又唔止一個啦，就係話咧而家咧見到咁嘅服務咧係確實可以有改善啦咁樣啦。明確關注到我哋嘅交通有幾差啦咁樣。咁但係咧在野黨咧當然有唔同嘅睇法啦。影子鐵路部長咧就係代表住保守黨咧係提出尖銳嘅批評啦。咁就係話咧工黨咧就係跳嚟跳去啦，一個截止日期拖到另一個截止日期，對成本冇控制，對範圍冇明確性，亦都冇勇氣做出決定啊！即係覺得佢啲嘢太過空泛啊，有排都唔知係咪真係上到馬嗰啲咁樣啦。咁同埋咧就係咧叫做咧時間方面咧唔係好肯定啊咁樣啦。咁同埋咧就係呢個鐵路啊並不是真係大家想要啊，係一種叫做咧唔係叫做高級別嘅鐵路啦嚇，即係服務未必係真係佢想講得咁好啦咁樣，同埋製造啲幻影出嚟啊，一啲幻覺唔係真係咧會有咧一個叫做改善啦咁樣。呢個咧就係嚟自咧呢個在野嘅保守黨咧佢哋影子鐵路部長嘅講法啦。咁大家點樣睇咧？會唔會覺得咧呢個點都好啦，都係一件好事咧嚇？又會唔會擔心咧對公共財政咧帶嚟更加大嘅壓力咧？可以留言分享下咧，你對呢條新嘅鐵路睇法，或者你會唔會覺得真係正啊？我就係住喺呢啲地方嘅。咁而家鐵路改善咧，我真係果然冇揀錯區啦嚇。咁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啦。好啦，跟住講呢個咧就係關於改革黨啦嚇。咁大家知道啦，其實咧自從咧舊年嘅選舉之後咧，佢哋如日方中啦，咁民望咧一路越升越勁嘅。咁但係最新嘅民意調查顯示咧，情況有改變啦嚇。因為咧根據咧YouGov 咧為泰晤士報同埋天空新聞即係 Sky News 咧係所做嘅聯合嘅民調顯示咧。呢個改革黨咧支持度咧已經下滑咗2個百分點，去到24%，係9個月以嚟嘅新低㗎嚇。嗱，我睇多少數字啦，呢個咧就係1月13號最新發布嘅每星期嘅投票意向調查，每個禮拜滾動咁樣嘅。咁啊，各個政黨嘅主要支持率咧，我哋睇睇啦。咁啊，原來咧改革黨咧就係24% 嘅支持度啦，跌咗2個百分點啊。好快喎，短時間跌2個百分點，保守黨升翻1個百分點去到20啊，即係同改革黨相距只係4% 嘅啫。咁跟住咧工黨就19嘅啊，你見到咧保守黨已經爬翻上嚟啦，工黨當然啦，只係1% 嘅差異咧，其實可能咧唔同嘅民意調查可能有唔同睇法，你可以大約當啦嚇，保守黨同工黨係接近啦而家，咁工黨咧係升咗2個百分點嘅嚇，另外咧自民黨16個百分點冇改變，綠黨咧就14個百分點啦，支持度咁減咗2個 percent 嘅。嗱，呢度嘅關鍵嘅亮點係乜嘢咧？就係改革黨嘅支持度咧，係舊年4月以嚟最低嘅水平，即係9個月嘅新低啦。咁同埋咧係遠低於舊年夏天1/3嘅支持度嘅最高點啦，由31跌到24啦，而且似乎咧暫時未有停止跡象呢個下滑嘅情況。咁雖然咧都淨係排第一咧，但係已經咧，如果以呢個民調嚟計算嘅話咧，同排第二嘅保守黨咧，只係得翻4個百分點嘅一個差距啦。呢時候咧，梗係聽下專家點講啦，好多專家分析選舉噶嘛。咁首先咧就係天空新聞咧有份做呢個調查嘅，咁啊佢哋嘅政治版嘅副編輯就話咧，今次民調咧係改革黨舊年夏天達到高峰之後咧下滑趨勢嘅一部分啦。咁佢就歸咎2個因素，首先咧就保守黨嘅支持率咧從谷底開始某種程度嘅復甦啊，大家都係光譜上面嘅某一邊接近啦，唔係完全一樣啦。咁同埋咧移民作為最重要議題咧，個顯著性開始下降啦嚇，一部分咧可能就係因為咧執政工黨做咗好多措施出嚟，話要做呢樣做嗰樣，搞呢個庇護嘅改革，搞永居嗰樣嘢咧，確實可能有啲選民咧係唔好話收貨都好啦，至少覺得原來有啲嘢做緊㗎咯，有啲改善咁，同埋實際上真係咧最新數字亦都顯示咧正移民流入英國嘅人數咧係下跌緊嘅，得翻20萬左右嘅啫，對上一年啊，同之前高峰期嗰90幾萬咧係相距甚遠。咁會唔會因為咁咧令到改革黨咧佢哋一路揸住攞係最重要嗰個議題咧，就係嗰個移民問題咧，
已經開始咧，大家關心度少啲，或者係個重視程度低啲嚇，討論度亦都低啲咧。另外保守黨咧，咁啊喺帕丹拿領導頭幾個月咧，就係好似完全冇嘢發生過咁嘅，但係後來咧就慢慢 pick up 緊啦嚇。咁呢個咧亦都可能係某程度上係分薄咗部分嘅民意支持度啦。咁另外啦，益索普呢個民調機構咧，佢哋嘅專家咧就保持咧謹慎嘅態度啦。佢話咧都係誤差範圍嘅嘢嘅啫。咁同埋咧佢哋亦都講啊，啲益索普就話咧 YouGov 嘅調查咧通常係比改革黨咧個領先優勢冇咁高嘅嚇，即係話咧係要撳低咗少少咧改革黨嘅優勢，或者反映唔到出嚟啦，唔好話撳低佢啦。咁所以就話你要睇埋其他民調嚟確認嘅趨勢㗎嚇。咁啊，另外亦都有雜誌咧係追蹤一啲民調㗎嚇，因為咧呢個叫雜誌將所有呢啲英國嘅民調咧就攞咗個平均數啦嚇，咁就發現咧即係呢改革黨嘅支持度咧，其實咧就係都係高嘅嚇，咁都係31%，保守黨咧係18%，工黨係17%嘅啫。咁係唔係就係咧 YouGov 呢個零舍特別咧？其他冇大變化咁啊即係所以咧喺平均數嚟講唔係好睇到咧。嗱呢個咧咁都係要留意一個可能性啊。咁啊同埋咧就係前保守黨嘅財相啊查學禮咧脫黨轉頭咧呢個改革黨之前做嘅民調啊，咁究竟呢一個查學禮咧加盟咗呢個改革黨之後，會唔會令到佢哋聲勢大振咧？呢個都要留意翻嘅一樣嘢嚟㗎嚇。咁呢個咧就係我哋見到而家咁嘅情況啦嚇。咁大家點睇咧嚇？呢度我印象中都有一啲改革黨支持者，有時都見到佢哋喺下面留言分享嘅。你哋會唔會覺得咧改革黨好似開始咧冇咗開頭個係威係勢咧？即係開頭意思係話咧舊年嘅前年嘅大選啊咁樣啦。咁亦都會唔會有大家會覺得咧就係其實呢一個黨咧距離呢個大選仲有一段距離，實際上有冇可能去到呢個真係大選嘅時候都繼續有保持比較高嘅民望咧嚇？你哋有覺得改革黨咧佢哋嘅一啲政策啊主張咧係唔係真係咧？你會覺得對英國長遠嚟講有好影響？你又會唔會贊成咧，定係反對咧？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嗱，最後講咧就係另一個政黨啦，就係咧呢個執政嘅工黨啦。點解係講佢哋咧？因為咧又有政策上面嘅轉向啊。最新咧就係咧唔再強制性數碼身份證，呢個咧係尋日嗰集嘅新聞時段都有講啦。咁啊，另外咧仲係有其他嘢啊，譬如話咧嗰啲早前啊，嗰啲農民嗰啲遺產稅啊，嗰啲又調整啦，長者冬季燃料補貼啊等等，好多改動啊，咁唔知係夾埋啊，定係咧傳媒覺得呢個係時候要同佢做一個整理啦。咁見到嗱呢個畫面就係天空新聞啦，咁就係話咧同大家數下每一次咧工黨上台之後嘅政策轉向。咁另外咧就有呢一個嘅LBC 啦，呢個嘅新聞網啦，又係講話13次轉態啦嚇。咁跟住咧就係呢個叫做快報 Express 咧，又係同大家數下，每一次都數得出嚟，佢 every single Labour U-turn 啊，同大家逐個盤點。咁跟住咧仲有咧就係咧呢個嚟自獨立報，又係啦嚇，即係咧 all the Labour U-turns 啊，又係同大家計一計數咧，所有工黨嘅轉向。咁仲有咧呢個係倫敦嘅呢個 The Standard 咧13次嘅轉向，又同大家數出嚟啊咁樣啦。咁另外咧 GB News 啊呢個又係又係數咗13次啊，咁應該準確啦，幾個嘅媒體都數咗13次啊。唔同嘅光譜入邊嘅叫做咧比較偏向邊邊多啲嘅報章啊傳媒都係有數到咁多次出嚟。咁係邊啲咧？嗱13次太多啦，唔同大家咧數晒出嚟。我哋咧呢個咧就係通過咧人工智能嘅系統咧將嗰啲內容整理出嚟嗰啲 infographic 啊，同大家好快咁去睇一睇啊，一睇圖嗰個睇字啊嘛。由前年2024年大選以嚟咧，工黨咧有13項嘅政策改變。咁呢度咧AI 咧就做咗其中嘅8樣出嚟同大家分析啦。咁首先最近左面呢個啦就係話咧強制性嘅數碼身份證計劃咧將會咧變成一個嘅非強制啦，就係一個叫做自願性質。咁同埋咧政府嘅口徑咧都可以將佢講成就係話咧係改善公共服務為主啦嚇。當然佢都有提就話核實工作權，但係咧好似將嗰樣嘢咧 play down 咗少少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放寬對農業嘅農地嘅遺產稅啦，有啲人叫 tractor tax 啊，拖拉機稅啦。因為咧喺農民強烈抗議啊，有時喺倫敦咧我翻工咧都見到咧有一啲嗰啲拖拉機啊嗰啲咧就喺條馬路度行行去啊咁樣啦。我見過一次，我喺呢個Piccadilly 嗰頭見過啦。咁另外國會附近都有啦，係嘛？咁即係好多嘅批評啊，好多嘅一啲抗議之後咧，咁而家又將呢個免稅嘅門檻咧提高到250萬磅嘅。咁另外啦就係咧
有一種睇法認為咧，有一種都係屬於轉態嘅，就係咧佢係將呢個國民保險 NI 係加咗，就打破競選承諾啦。競選承諾就話唔會影響到打工仔嘅加稅啦。雖然政府就話我只係加咧呢一個我哋叫做僱主就唔係僱員啦，但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咧，可以話係比較主要嘅一個政策逆轉啦。咁另外咧就係咧政府而家就係話，因為酒吧業強烈反對咧，咁所以咧財政部準備咧就係對酒吧嗰個商業稅有個 business rate 嘅上調計劃咧，就做啲調整，包括可能就係有多啲豁免或者延長寬限期啊等等啦。咁另外啦講完啲政治、經濟同商業計劃之後咧，就講下右手邊啲就係社會福利同個人權利噶啦。咁首先咧就係咧本來咧佢上台第一招出嘅第一招喺臨到冬天咧先嚟話咧係要對呢啲養老金嘅領取者啲長者 pensioners 咧係叫取消咧冬季嘅燃料補貼啊，只係攞到啲 pension credit 嗰啲先可以攞到啦。咁後來咧就係變成咧就上限咧，即係個收入上限咧就係更改啦。咁於是咧就多咗人可以攞到。咁政府咧原先想削減福利開支嘅大計咧就變咗咧唔係完全有用啦。跟住類似啦，就係個殘疾福利金啦，亦都係咧，因為淨係黨內呢個工黨黨內有超過120個嘅議員咧係強烈反對，咁所以咧就係咧結果啲削減情況咧就係要修訂咗佢啦，放棄咗原先嘅鴻圖大計啦咁樣。咁另外就係對於女性嗰個 WASPI 女性嘅賠償，因為養老金個年齡變更令到佢哋唔公平嗰個咧，本來咧就係話唔會，後來就話重新去檢視啦。另外就係咧2個小朋友嘅福利上限啦，咁2026年4月開始咧就廢除啊，咁呢啲就係同社會福利同個人權利有關啦。你見到咧，無論係商業政策、政治上面嘅嘢，又或者咧係一啲叫做咧經濟上面嘅嘢咧，全部都係有一啲改變。唔好話全部啦，有唔少咧都係有改變㗎嚇。咁所以咧就係令到人覺得哇，工黨咧點解有13招喎、13式喎？工黨13式嚇，唔係東莞嗰啲啊。咁見13式出咗之後咧，全部都轉咗軚啊！呢個咧可以話咧，唔知可唔可以叫破紀錄，但係絕對咧就係令人都覺得哇，咁都得嘅。咁仲有啲其他啦，呢度冇講啦，譬如話咧。大家知道 grooming gangs 嗰啲啦，即係話有啲誘拐同埋咧就係去到性侵啦，集團式嗰啲啦，咁去性侵一啲女仔嗰個啦，個調查咧又係咧轉變咗變成個全國性調查等等啦，有呢度冇列晒出嚟啦，因為咧淨係同大家揀啲最重要啦，或者畫面就擺一落嗰啲啦嚇，咁有啲咧冇喺度同大家長談，但係你見到咧工黨一次又一次咁轉態啦，當然咧就係令到人覺得喂，你工黨有冇執政意志㗎？係咪夾下你咧就？叫做咧跪低啊！咁呢個亦都係會令到可能咧有人會諗，原來真係得㗎噃嚇！唔知大家會唔會諗起咧？就係譬如話你對於永居改革啊，對於移民改革有冇意見咧？會唔會覺得喂想政府重新考慮咧？可能咧如果揾到好大嘅反對聲音咧，係去到施壓嘅話，話唔定政府會唔會都會喺呢個政策上面咧又再逆轉咧嚇？大家覺得有冇可能咧？會唔會大家出啲力咧？真係有機會咧嚇！所以咧提一提啊，如果未做呢個叫做諮詢嘅做啦，咁如果咧係未去，有時譬如話可以揾到譬如你個區嗰啲議員嘅或者政黨係幫到手嘅，會唔會寫信俾佢哋啊？揾佢哋幫手傾下偈啊，發表你嘅民意，表達你嘅民意啊，全部咧都可能會有幫助啊！如果你覺得呢啲政策咧，政府有任何政策你係唔同意嘅話咧，記得出聲啊嚇！咁呢個可能真係咧一個俾我哋最好嘅啟示啦嚇。咁今集咧同大家就睇咗咧呢一個嘅工黨的13項唔係陰影啊，工黨的13項轉態啊，你哋會唔會覺得咧，即係陸續有嚟咧嚇13之後會唔會有14、15、16咧？咁究竟到工黨咧真係做完呢個國會任期嘅時候咧，會去到幾多項咧？會唔會超過50項咧？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大家咧打到咧？我唔知道嗰啲呢度啲賭博公司有冇開盤口喎？即係咧工黨會有幾多次呢個 U-turn 啊？咁大家可以咧係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啊！今集就講到呢度為止，多謝晒你收睇同收聽，記得訂閱同埋分享我嘅頻道，仲要撳埋隔離個鈴鈴，一有新片會即刻通知你。多謝晒你嘅支持，我哋下次再傾過英國嘅新聞話題，拜拜。